生命輪迴，超越時空的前世療法。第二章，生命輪迴的經驗。成日有人靜雞雞問我，魏斯醫生，我對前世回溯好有興趣，但係就唔太容易接受輪迴嘅觀念。如果你都係咁諗，唔使擔心，你並不孤獨，咁諗嘅人多的是。有呢種想法嘅人，多數都係需要喺回溯前世之前講下自己嘅睇法，當係治療前嘅暖身運動。喺我主持嘅講座或者工作坊入面，呢個係經常被問到嘅話題。未遇到海瑟琳之前，我自己本身對於輪迴轉世嘅觀念都係極之懷疑，仲唔信前世回溯有醫療潛力。就算經歷咗呢啲不可思議嘅事之後，我都花咗幾年時間，先至有信心將自己嘅信念同經歷公開，俾社會大眾。海瑟琳嘅治療成果，雖然徹底改變咗我對生命本質同醫療本質嘅理解，但係要將呢啲深層次嘅經歷講俾其他人聽，我仲係好猶豫，因為我驚同事或者朋友會笑我係傻佬或者怪人。另一方面，我用一樣嘅技巧，不斷醫好更多病人。呢啲事實加深咗我對前世療法嘅信心。我知道自己一定要克服亂晒龍嘅思緒，解決呢啲問題。於是我就成日跑去醫學圖書館，想揾到相關嘅研究資料。我係一個左腦發達、邏輯分析能力強嘅臨床醫生，用呢種方式解決問題最啱我心意。我一直都希望有類似嘅研究可以證實我嘅經歷。我諗，假如我可以莫名其妙遇到前世回溯嘅個案，咁其他用催眠幫人治病嘅精神科醫生一定都有過類似嘅經驗。話唔定當中會有一兩位有勇氣嘅醫生會將真實嘅故事講出嚟。雖然係事實，但係人哋就唔敢公開。我好失望，淨係揾到少量研究資料。不過呢啲研究報告就相當出色。例如我好幸運可以讀到史蒂文森博士嘅論文，入面嘅個案提到，有啲小朋友竟然可以記得前世嘅種種細節。小朋友所記得嘅內容，事後經過調查，證實真係有輪迴轉世呢回事。但係除此之外，就好少重大嘅研究發現。至於前世回溯嘅醫療價值，就連隻字片語都冇提及。我離開圖書館嘅時候，挫折感比入去嗰陣仲要大。點解會咁？我嘅經驗話俾我知，催眠之後嘅前世回憶係一種好有用嘅治療工具，可以醫好各種心理同生理症狀。點解冇人將自己嘅經驗公之於眾？點解冇人將臨床催眠治療入面病人喚起嘅前世經歷發表喺醫學文獻入面？好似得我一個人有咁嘅經歷㗎。但係我堅信其他嘅治療師一定都有過呢種經歷。諗翻起當初我唯一想做嘅事，就係將自己嘅治療經驗公開。嗰陣時我真係好懷疑其他治療師係咪同我一樣猶豫，唔敢再向前行多一步。之後我嘅研究成果終於出爐，我親身經歷嘅事當中嘅威力同真實性令我心驚膽戰。而且當我寫下自己對死後生命嘅新信念，同埋同大師們接觸之後得到嘅指引時，都覺得如坐針氈。喺外人眼入面，或者係專業領域入面，呢啲內容會唔會係唔恰當嘅？聖經入面原來有輪迴轉世嘅記載，後來先至被刪走。我決定研究宗教，諗翻起喺哥倫比亞大學上宗教課嘅時候，東方嘅大宗教，例如印度教、佛教，都係相信輪迴轉世嘅。佢哋大多數都接受人有前世嘅觀念，仲覺得呢個係不容置疑嘅事實。我仲學到伊斯蘭教嘅蘇菲、蘇菲神秘教派都有好完備嘅輪迴傳說，散見喺詩句、舞蹈同歌曲入面。跟住我仲發現猶太教對輪迴轉世嘅信仰又叫做 Gilgul， 已經存在咗超過1000年。輪迴轉世嘅觀念一直都係猶太教嘅信仰基石，直到大概1800年到1850年嗰陣，為咗加快現代化嘅步伐，
為咗可以被科學嘅西方社會接納，先至改變咗東歐猶太社區嘅觀念，亦即係話輪迴轉世一直都係猶太教嘅基本信仰。呢種轉變只係近2個世紀先至發生嘅事。喺正統嘅猶太教哈西德 Chassidic 社區入面，輪迴嘅信仰觀到今日都冇絲毫動搖。1000年之前嘅猶太神秘哲學經典卡巴拉 Kabbalah 入面，輪迴轉世嘅觀點滿書都係。幾個世紀之前，學識淵博嘅猶太學者路查脫拉比 Rabbi Moshe Chaim Luzzatto 喺《神理 The Way of Good》呢本書入面，精要地講述咗 Gilgul 嘅核心思想，仲話一個靈魂可以透過唔同嘅軀體輪迴轉世無數次。從呢個角度講，靈魂會修正前世嘅錯誤，同理佢亦都會實現前世嘅理想。研究基督教歷史嘅時候，我發現新約聖經早喺最初嘅版本入面係有記載輪迴轉世嘅文字，但係到咗西元4世紀，當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嘅法定宗教時，就被君士坦丁大帝下令刪走。好明顯，君士坦丁大帝覺得呢種轉世嘅觀念會危害帝國嘅穩定，因為相信有來世嘅國民會比相信審判日嘅人更唔服從命令或者遵守法令。西元6世紀，君士坦丁堡召開嘅第2次宗教會議，更加係明確支持君士坦丁大帝嘅做法，仲規定凡係公開宣傳輪迴轉世嘅人都屬於異教徒。當時嘅教會亦都同君士坦丁大帝一樣，驚前世嘅觀念會削弱教徒嘅信心，令佢哋唔再尋求救贖之路。佢哋一致認為審判日嘅威懾係必須嘅，先至可以確保信徒嘅信仰、態度同埋行為。喺君士坦丁會議主導嘅基督教草創時期，其他嘅教會神父，例如奧利金 Origen、亞歷山大的克萊蒙 Clement of Alexandria、聖哲羅姆 Jerome 等等，都係接受並且相信輪迴轉世學說嘅。著名嘅諾斯底教徒 Gnostics 亦都相信呢件事。後來到咗12世紀，意大利同法國南部有一部分基督教徒就因為相信輪迴而遭到殘酷嘅迫害。從我搜集到嘅閱讀資料入面，我反思到，無論係純潔派教徒 Cathars、諾斯底教徒 Gnostics 定係猶太神秘主義者 Kabbalists， 除咗一致相信輪迴轉世之外，佢哋對輪迴轉世仲有一個完全相同嘅睇法，就係直接嘅個人經驗係超越於我哋理性心靈所見、所能理解嘅範疇之上，或者話宗教所教導嘅嘢都係來自靈界智慧根源嘅啟示。直接嘅個人經驗有能力促進靈魂嘅成長同個人嘅成長。好可惜，由於呢啲睇法被視為異端，會遭到嚴厲嘅懲罰，所以呢啲教徒只可以明哲保身，將呢啲秘密收埋。前世教誨之所以被鎮壓，理由竟然係出於政治考量，同靈魂本身完全冇關係。注：參閱克蘭斯頓同赫德合著嘅《輪迴鳳凰之火的秘密》Reincarnation, The Phoenix Fire Mystery。佢哋嘅研究非常出色，探討咗西方政治、社會係如何對待輪迴轉世嘅歷史演變。講真話都需要勇氣。於是我逐漸明白問題嘅症結所在。我擔心，如果我將自己嘅信仰公開出版，隨時會遭到懲罰。但係我亦都知道，人哋有權知道可以醫治疾病或者幫助成長嘅工具。況且我早已經從臨床經驗中睇到，前世回溯真係有可能醫好病，仲可以改變佢哋嘅生命觀。我同時仲知道，人哋會變得更好，對家庭更有貢獻，而且好處仲唔止係咁。前世今生出版之後，我一直靜靜地等待外界嘅批評同攻擊。我已經準備好聽醫生們嘅嘲笑，承受名聲受損嘅後果，甚至禍及家人。但係後來證明，
我嘅擔心係多餘嘅。我淨係聽到一兩個同事嘅零星同情說話，佢哋話可憐嘅藝師，佢冇及時收手，同事同親友並冇同我劃清界線，反而我收咗更多嘅回饋。我開始收到來信，全部係讚美嘅信，都係全國各地嘅精神科醫生同心理學家寄過來嘅。佢哋同我一樣，都有過相同嘅經驗，但係就唔敢公之於眾。對我嚟講，係刻骨銘心嘅一課。我甘願冒住被排斥嘅風險，向社會大眾同醫療界公開自己嘅經驗，結果換嚟知識、掌聲同接納嘅鼓勵。除此之外，我亦都明白到，追求知識唔一定係要喺圖書館入面死讀書，我哋亦都可以透過探索自己嘅經驗，從中獲得新嘅理解，直覺都可以令我變得更聰穎。呢兩種唔同嘅途徑可以結合埋一齊，互相砥礪，互相啟發，兩者都對我產生咗深遠嘅影響。我講出呢件事係因為你可能都有過類似我嘅經歷，喺親身經驗同理性知識之間掙扎。非常多嘅人都同你一樣，相信呢件事有過同樣嘅經歷，或者呢種人嘅數量會超出你嘅想象，只係佢哋冇勇氣好似你咁將呢種事講俾其他人聽。不過仲係有一部分人願意講出真相，只係會偷偷地講，保持一顆開放嘅心靈，信賴自己嘅經驗，呢一點好重要。千祈唔好因為其他人嘅排斥同偏見，就否定咗自己嘅親身經驗同埋你所感知到嘅事實。見怪不怪的靈異經驗。對於前世，另一個大家關注嘅焦點就係，相信靈異現象會唔會好詭異？相信唔使幾耐你就會改變睇法。你可以問下身邊嘅親戚朋友，佢哋有冇做過預知性嘅夢，或者有過其他嘅靈異經驗，結果可能會令你大吃一驚。我自己確實做過呢種調查。前世今生出版之後2個月，我受邀去同一個讀書會嘅成員傾偈。呢個讀書會係由10位住喺邁阿密海濱嘅女士組成，已經成立咗12年。閱讀嘅書籍範圍好廣，大部分都係暢銷書。佢哋對形而上學之類嘅書籍並冇特別嘅興趣。不過自從我成為作家，又加上係本地人，仲願意同佢哋傾偈，呢個讀書會嘅成員先至係12年來第一次閱讀呢方面嘅書籍。我出席嗰一晚，10位成員全部都到齊。佢哋大部分都係中產階級，好有影響力，睇落就係呢個階層嘅典型代表。討論完之後，我順手做咗個小調查，問佢哋係未閱讀我嘅前世今生之前，係咪相信輪迴轉世，係咪相信死後有生命？結果有3位女士30%相信輪迴轉世，6位60%，包括前面3位在內，相信死後有生命。而4位40%就認為身體死亡之後，自己嘅生命亦都會跟住結束。以上呢啲統計數據同蓋洛普嘅全國民意調查結果非常接近。當我問讀書會嘅成員有冇經歷過靈異現象嘅時候，結果佢哋所經歷嘅靈異事件之密集同廣泛，令我大為驚訝。大家要留意，佢哋並唔係事先篩選好嘅調查對象。對於超感官知覺、靈異事件、輪迴轉世呢啲現象，並冇特別嘅偏好。佢哋只係因為中意閱讀、中意討論書籍，先至組成呢個10人讀書會。有一位成員話，佢媽媽曾經喺夢中見到祖母嚟探佢。夢入面嘅祖母雖然老態龍鍾，但係並冇生病，仲容光煥發，全身被金白色嘅光團包圍住。祖母同女兒講：我好好，唔使擔心我而家要離開你啦，你要好好照顧自己。第2日，佢媽媽就收到消息，祖母係喺遙遠嘅城市，喺當晚離世嘅。讀書會嘅另一位成員成日反覆發同一個夢，夢入面係佢嘅兒子。當時佢嘅兒子仲健壯如牛，但係夢入面嘅兒子就受咗重傷。
跟住佢見到自己身處醫院病房入面，病房入面響起一把雄壯又神秘嘅聲音，佢會回到你身邊嘅。佢有啲迷惑，因為夢入面嘅男孩，佢知道實實在在係自己嘅兒子，但係頭髮就比現實中嘅兒子要黑好多。呢個夢連續發咗1個月，到咗月底，佢嘅兒子踩單車嘅時候被汽車撞到，傷勢嚴重，有生命危險。呢位媽媽喺醫院同關心兒子病情嘅醫生講，佢嘅兒子一定會康復嘅。佢之所以咁深信不疑，全因為夢入面嗰把聲。後來兒子嘅頭部包滿繃帶，慢慢咁康復過嚟。當繃帶拆開之後，被剃光嘅頭髮重新生出嚟，竟然真係比以前更黑。從此之後，佢就冇再發過呢個夢。另一位女士亦都講到，佢2歲嘅兒子對於從未去過嘅地方，竟然有好豐富嘅認識。佢以前一定去過嗰度，佢係咁同朋友講。仲有一位女士，佢有個好朋友係牙醫，呢位牙醫似乎有預知交通事故嘅能力。有一晚，佢哋幾個朋友離開餐廳，正準備過馬路嘅時候，牙醫突然大喊，返去行人道，仲快手快腳伸出對手擋喺眾人面前，叫大家快啲後退。幾秒鐘之後，一架汽車高速衝過嚟，驚險地掠過眾人面前。事後連牙醫自己都好納悶，唔知點解當時會咁做。又過咗幾個禮拜，呢位牙醫嘅太太開車佢返屋企，牙醫喺車上瞓着咗，完全冇留意路面情況。當車喺紅綠燈前停低嘅時候，牙醫朦朦朧朧咁同太太講，等陣綠燈着咗都唔好急住走。當時佢仲係瞓緊覺，根本睇唔到車外嘅情況，一陣會有人衝紅燈。太太聽咗之後提高警惕，幾秒鐘之後燈號變綠，一架汽車飛快咁衝過十字路口，闖入對面車道，佢哋嚇到一身冷汗，好彩平安冇事。仲有一位讀書會嘅女士，有一日佢喺屋企打掃嘅時候，腦海入面突然浮現一個好清晰嘅念頭，唔好悲傷。跟住佢就諗起一位交情深厚嘅老友，懷疑老友自殺身亡。其實佢已經好幾個月冇諗起呢位朋友啦。對於朋友有冇感情困擾，有冇想過自殺呢啲事，完全一無所知。但係呢個念頭實在太清晰、太真實啦，而且唔係突然之間嘅情緒衝動，反而係一種好肯定嘅知覺，就好似佢真係知道呢件事一樣，唔係冇根據嘅雜念。後來佢證實咗，呢位朋友真係嗰一日自殺身亡嘅。類似呢啲令人稱奇嘅親身經驗，仲有好多好多。好多讀書會嘅成員都講到自己曾經做過有預知功能嘅夢。有一位成員仲未接電話，就已經知道係邊個打過嚟，而且大部分人都有過似曾相識嘅感覺，或者同丈夫同一時間諗到同一件事，講出同一番話。不過更令人嘖嘖稱奇嘅係，讀書會嘅成員已經相識咗12年，但係從未分享過彼此嘅靈異經驗。佢哋都驚被人覺得詭異瘋狂，但係佢哋唔知道呢啲正常女士所經歷嘅只係正常嘅靈異現象，一啲都唔詭異，亦都唔瘋狂。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經歷到，只係大多數人都習慣將呢啲秘密收喺心入面，唔肯講出嚟。靈異與預知經驗，人人都有。話說返轉頭，前世回憶其實只係眾多正常珍貴嘅直覺經驗之一。處於輕微催眠狀態嘅心靈係放鬆嘅，精神集中嘅，比起正常清醒狀態嘅心靈，更容易接受潛意識嘅直覺指引，亦都更能夠接收到隨機自發嘅預感。如果你有過呢種經驗，就一定清楚呢種經驗嘅價值同力量。意識層面嘅回憶經驗，亦都可以帶嚟一樣嘅感覺，佢會令你覺得你正係以一種無需解釋、無需證明嘅方式回憶、引導同治療自己。
呢啲都係自然而然發生嘅事。前世回憶之後，當你發現自己嘅症狀有所改善，無論係生理上嘅疾病消失、情緒上嘅平靜，又或者係自信心增強，你根本唔需要質疑呢個經驗嘅邏輯有效性。你心知肚明，佢確確實實有力量改善你嘅生活質素，確確實實令你感受到自己同其他人之間嘅因緣關係。靈異之夢同預知之夢只係好平常嘅例子，足以證明我哋每個人都有呢方面嘅潛能，而且仲可以進一步發展。自從佛羅里達州開始發行6位數嘅彩票之後，有一個特別嘅靈異之夢，另一位新澤西州嘅男士贏咗1050萬美元嘅獎金。根據佛羅里達當地報紙嘅專訪，呢位中獎男士話係女兒離世將近1個月之後，出現喺佢夢中，催促佢去買彩票。我女兒同我講，點解唔買我嘅號碼試下？佢仲話，我好想俾啲快樂你。呢位父親係一位61歲嘅地產經紀，曾經帶住屋企人去佛羅里達度假，希望可以減輕女兒意外離世帶嚟嘅悲痛。佢23歲嘅女兒係幾個星期之前從200英尺高嘅瀑布墮下身亡嘅。呢位父親從逼真嘅夢中醒來之後，諗起女兒部車入面有一張新澤西州嘅彩票，上面圈咗號碼。佢覺得呢個夢好古怪，但係都係打電話返屋企問清楚彩票上面嘅號碼：2、6、11、14、31、34。開獎嗰一日，全家人去買咗呢組號碼，結果真係中咗大獎。1個月之後，一位58歲嘅技工亦都中咗1120萬美元嘅彩票獎金。佢係古巴人，成世人從未買過彩票。開獎前4日晚黑，已經離世嘅母親栩栩如生咁出現喺佢夢中，叫佢去買一張彩票。第二日，佢喺附近嘅超市買咗10張彩票。結果其中一張中咗大獎。靈異之夢同預知之夢唔單止經常出現，仲非常真實。我特別留意呢種情況，唔係因為我最近先至研究靈異現象，而係我過去20幾年來一直都係研究睡眠同夢境嘅成因。神奇的瀕死經驗，瀕死經驗 NDEs 呢種現象已經獲得好多學識淵博嘅知名專家研究證實。例如穆迪博士、庫伯羅斯博士、林格博士、莫爾斯博士，仲有其他好多學者。全世界嘅研究專家根據自己嘅研究經驗，都一致指出，前世以及前世回憶對於我哋嘅心靈同直覺而言，似乎係合乎邏輯嘅，而且係令人感覺舒服嘅。莎莉係一位65歲嘅女士。喺一次奪走170條人命嘅空難之中，佢係少數嘅幸存者之一。莎莉當時遍體鱗傷，有多處骨折，內臟亦都受咗損傷。搜救人員發現佢嘅時候，佢仲被安全帶綁喺座椅上，瞓喺沼澤入面。原來佢係喺飛機解體嘅時候，被強烈嘅衝擊力彈出機艙。送院急救嘅時候，莎莉發高燒至41攝氏度，情況危殆。仲開始抽搐，陷入昏迷狀態。醫生緊急為佢接上心肺復甦機，但係佢嘅呼吸同心跳都停止咗。醫生們用盡咗各種急救方法，始終冇放棄搶救。就係呢個時候，莎莉經歷咗瀕死經驗，佢嘅意識漂浮喺肉體之上，見到一群白鴿，呢啲白鴿帶住佢朝住遠方一道美麗嘅白光飛去。佢覺得一種難以言喻嘅美妙感覺。途中佢轉過身，見到醫生同護士們手忙腳亂咁搶救佢嘅身軀。佢仲可以好清楚咁見到自己身體邊個部位骨折，就好似用 X 光透視一樣。佢轉返去，面向住召喚佢嘅光，心入面諗：唉，真係希望呢啲白鴿識講嘢就好啦。就係呢個時候，佢聽到從光亮之中傳出一把沉穩而平靜嘅聲音，聲音同佢講：時候未到，佢仲要返去。莎莉抗議話：但係我嘅身體已經傷成咁樣，我唔想返去受苦啊！但把聲回答佢：
我哋有信息要你帶返去，你要記住，平靜就是愛，愛就是智慧。莎莉答應會將呢啲信息傳達出去，幫助更多嘅人。之後佢嘅靈魂就回到身體入面，醫生們都大為驚奇，因為佢嘅心跳已經停止咗足足15分鐘。事後莎莉將呢個信息講俾每一個人聽，佢嘅家人仲喺佢嘅病房貼上一張大海報，上面寫住平靜、愛、智慧3個詞語。後來莎莉又再一次聽到呢把聲音，當時醫生向佢宣布佢嘅雙腳會永久癱瘓，以後都冇辦法行路。唔會嘅，我唔會癱瘓，佢堅定咁講，麻煩你半個鐘之後再過嚟，我證明俾你睇。醫護人員離開之後，莎莉合埋眼，想象住自己喺瀕死經驗入面見到嘅過道白光，跟住佢又聽到個把指引佢嘅聲音：治療源自你嘅內心，由內而外。約定嘅時間到咗，醫護人員一個接一個行入病房，莎莉同佢哋講，佢會由內而外咁治癒自己。佢仲叫大家睇實佢對腳。莎莉再一次合埋眼，專心一致咁想象嗰道白光，結果奇蹟發生咗，莎莉對腳竟然喐咗起嚟。一班原本心存懷疑嘅醫護人員都驚訝到向後退咗一步。從此之後，莎莉嘅病情就日漸穩定，慢慢康復過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嘅數據，超過800萬美國人曾經有過瀕死經驗，當中仲包括唔少小朋友。呢啲經驗有驚人嘅一致性，同文獻記載嘅內容幾乎一模一樣。通常瀕死嘅人會脫離自己嘅肉體，從肉體之外嘅角度睇到其他人正係努力咁搶救自己。冇耐之後，佢會感覺到遠處有一陣亮光，或者見到散發住光芒嘅靈魂體，又或者係已經離世親人。通常佢仲會聽到一把聲音，或者係一段音樂，然後感覺自己飄向一條隧道，朝住光體或者靈魂體飛去。呢個時候完全冇半點痛苦，反而係一股強烈嘅平靜同喜悅感，彌漫住整個漂浮嘅意識。大多數人都唔想回到肉體入面，但係如果佢哋喺人世間嘅責任、工作、債務尚未了結，就會被逼返回肉體，同時重新感受到痛苦同其他生理感覺。不過經歷過瀕死經驗嘅人，大多數都會明白，肉體嘅死亡並唔係生命嘅終結。從此之後，佢哋大多數都唔再懼怕死亡。一生又一生 ，Life After Life。遠方的光 The Light Beyond 呢兩本書嘅知名作者武迪博士同我講，佢曾經訪問過超過2000名有過瀕死經驗嘅人。呢啲受訪者都會描述自己漂浮喺肉體之上嘅經歷，仲會講到自己能夠預知搶救自己嘅醫護人員跟住落嚟會講啲咩說話，而後來嘅事實果然同佢哋預料嘅一樣。如果呢啲人想伸手去拍醫護人員嘅膊頭，佢哋冇實體嘅手，就會直接穿透對方嘅身體，彼此之間係冇辦法有物理接觸嘅。跟住佢哋會升起一種超越現實嘅感覺。武迪博士繼續講，當佢哋見到嗰道白光嘅時候，滿心都係愛嘅感覺，而且嗰道白光一啲都唔刺眼。瀕死經驗嘅另一個常見現象，就係一生回顧自己一生中嘅所有經歷、所有行為，會同時以鮮艷嘅色彩同立體嘅方式，完整咁呈現出嚟，完全唔受時間順序嘅限制。除此之外，經歷回顧嘅人，仲會重新體驗到自己一生中幫助他人、傷害他人、愛人、恨人嘅種種情緒。喺回顧嘅過程中，通常會有一個或者多個類似神明嘅靈體陪伴在側。有一位受訪者係牧師，佢平時講道嘅時候，中意用火炬同硫磺嚟製造氣氛。喺一生回顧嘅過程中，佢竟然從一個9歲男孩嘅角度，親身感受到自己當年講道時言辭有幾刻薄犀利，睇到男孩喺教堂座位上嚇到發抖嘅樣子。呢位牧師深深感受到男孩嘅恐懼，終於領悟到自己從前嘅講道
根本冇任何精神啟發嘅意義。陪伴佢嘅靈體平靜咁評論道：我諗你以後唔會再做呢種事咯。後來呢位牧師同慕迪博士講：真係估唔到，原來上帝對我講嘅嗰啲神學理論一啲興趣都冇。兒童的瀕死經驗。莫爾斯博士係西雅圖嘅一位兒科醫生，同時亦都係親近光 Closer to the Light 呢本書嘅作者。自從1983年開始，佢就一直記錄小朋友嘅瀕死經驗，仲發表咗超過50個個案報告。小朋友所描述嘅瀕死經驗內容幾乎係大同小異，佢哋一樣會脫離自己嘅身體，進入一個充滿靈性嘅世界，被引領住朝住充滿溫暖歡迎嘅亮光飛去。有過瀕死經驗嘅小朋友所感受到嘅深刻衝擊同靈體轉換，同成年人係完全一樣。呢啲小朋友從中學到生命係有其存在意義嘅，佢哋會更加尊重生命，仲能夠體會到生命同宇宙之間錯綜複雜嘅聯繫。過去呢幾年，莫爾斯博士從訪談中發現，有過瀕死經驗嘅小朋友會比同齡嘅孩子更成熟，同家人嘅關係亦都更加親密良好。佢哋唔會濫用毒品，唔會亂搞男女關係，唔會叛逆頂撞，亦都冇咩不良品性。瀕死經驗研究學會嘅創始人林格博士係一所大學嘅心理學教授，同時亦都係《瀕死的生命》（Life at Death）、朝向奧米加 （Heading Toward Omega） 呢兩本書嘅作者。佢同莫爾斯博士、慕迪博士，仲有我，最近曾經一齊喺一個醫學會議上發表演講，探討瀕死同死亡之後嘅種種經驗。莫爾斯博士報告話，有啲小朋友喺經歷瀕死經驗嘅手術過程中，雖然全身被麻醉，完全冇意識，但係竟然可以聽到醫生同護士之間嘅對話。佢仲講到一個9個月大嬰兒嘅瀕死經驗。當呢個嬰兒長到3歲半嘅時候，有一次參加一個盛大嘅宗教聚會，聚會入面有人扮演耶穌，嗰個唔係真嘅耶穌。呢個小男孩當場反駁：我死過嗰陣見過真嘅耶穌。男孩仲努力咁描述自己嘅瀕死經歷，話自己曾經穿過一條全世界都發住光嘅隧道，去到隧道嘅盡頭之後，仲同上帝一齊跑同跳。呢就係佢心裏面嘅天堂模樣。莫爾斯博士補充話，仲有3、4個有過瀕死經驗嘅小朋友同莫爾斯博士講，佢哋曾經喺天堂見到好多等待投胎嘅靈魂。莫爾斯博士對此發表自己嘅見解。呢件事令佢哋感到相當困惑，因為呢種經歷同佢哋所接受嘅宗教信仰係互相矛盾嘅，但係佢哋確確實實係見到靈魂。慕迪博士同我講過一個個案，呢個個案係引自急診醫學期刊，話有一個未滿1歲嘅女嬰曾經瀕臨死亡邊緣，但係最後都係奇蹟咁活咗過嚟。當呢個女嬰長到3歲半嘅時候，佢嘅祖母病情危重，睇落就快唔得啦。祖母會唔會同我一樣穿過一條隧道去見上帝啊？小女孩天真爛漫咁問。根據林格博士嘅研究經驗，並唔係只有宗教信仰嘅人先至會有瀕死經驗，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經歷到，無論佢信奉嘅係咩宗教。佢亦都一再強調，自己嘅研究發現，有過瀕死經驗嘅人，從此之後就不再懼怕死亡。幾乎每一個有過瀕死經驗嘅人，後來都會相信有神嘅存在。就算佢以前係無神論者都好，佢哋會變得更加關心生命、關心自然、關心環境。佢哋亦都會變得唔再輕易批判自己，對別人亦都更加寬容大度。佢哋會更懂得去愛身邊嘅人，對人生會有更強烈嘅使命感，亦都會更加注重精神層面嘅生活。林格博士係咁講。林格博士相信，隨住醫學急救技術嘅不斷進步，將會有更多徘徊喺死亡邊緣嘅人被救返嚟，亦即是話，
有過瀕死經驗嘅人會越嚟越多，咁樣就可以為研究提供更多有用嘅資料。病人喺描述前世死亡情形嘅時候，所講到嘅種種現象，都同有過瀕死經驗嘅成年人、小朋友所描述嘅一模一樣。呢種驚人嘅相似性，實在令人嘖嘖稱奇。而且呢啲生動嘅前世死亡描述，都係病人透過催眠喚起嘅記憶。佢哋根本冇讀過任何關於瀕死經驗嘅文獻記載。無論係親身經歷過嘅瀕死經驗，亦或係透過前世回憶所體驗到嘅死亡景象，有過呢啲經驗嘅人，對於生命嘅視野同價值觀都會產生相似嘅啟發或者改變。你唔使一定要被泥頭車撞傷，又或者係心臟病發作，先至有機會獲得靈魂上嘅啟發，變得更加愛人，更加嚮往和平。利用前世回溯嘅方法，一樣可以獲得相同嘅死亡體驗。呢兩種唔同經歷嘅人都同樣會唔再畏懼死亡，並且以全新嘅眼光堅信愛嘅力量，更加願意將自己嘅愛表達出嚟。兒童經歷前世的案例，除咗驚被醫療界嘅人公開譴責、懲罰之外，我仲擔心一旦將前世回憶嘅真相公開，恐怕冇辦法得到客觀證實。對於前世真係存在客觀證據咩？對於前世回憶中嘅種種事件，有冇咩事實調查可以證明佢嘅可靠性呢？有時有啲曾經有過前世回憶經驗嘅人都會產生呢啲疑問：自己憶起嘅種種細節係真實發生過嘅事咩？佢哋會好懷疑呢一切會唔會只係自己嘅空想？維吉尼亞大學嘅精神病學教授史蒂文森博士搜集咗超過2000個小朋友嘅輪迴轉世個案。呢啲小朋友似乎通曉外國文化，仲識講外語，甚至係古代嘅語言，但係佢哋從未去過外國。又或者有啲小朋友係喺年紀好細嘅時候就知道千里之外嘅城鎮或者家庭在20-20年前發生過嘅事，仲講得頭頭是道，細節詳盡。當中有一半嘅小朋友係出生於西方家庭，並唔係來自印度、西藏或者亞洲其他相信輪迴轉世嘅地區。對於小朋友所講嘅前世詳情，史蒂文森博士嘅研究團隊都會逐一進行調查求證。雖然我嘅專業領域係治療成年精神病患者，但係如果有小朋友表現出有前世回憶嘅跡象，佢哋嘅父母有時亦都會諮詢我嘅意見，所以我亦都有機會訪問呢啲小朋友，了解佢哋嘅前世回憶。有一對父母曾經揾過我，話佢哋嘅仔仔識講法語，個小朋友係喺2歲半到3歲嗰陣就已經可以用法語講出唔少片語同句子。呢個會唔會係遺傳記憶呢？佢哋嘅父母唔太肯定，因為佢哋其中一方嘅祖輩係法國人，但係無論係爸爸定係媽媽都完全唔識法語，而且佢哋身邊嘅親戚、朋友、鄰居、工人冇一個人識講法語。經過深入嘅詢問之後，我同佢哋講呢種情況屬於前世回憶嘅可能性比遺傳記憶要大得多。當然，亦都有可能係男孩嘅心靈突然接通咗集體意識，或者係知識嘅萬有本源。呢個本源包含咗歷史、語言、原型、象徵、過去發生過嘅所有事件。但係無論如何，我覺得更大可能係呢個男孩係前世學識講法語嘅。有一位做律師嘅女士滿心惶惑咁來揾我，因為佢4歲嘅女兒最近嘅舉止好古怪。自從佢媽媽帶返嚟一堆古董硬幣之後，女兒嘅行為就開始變得古怪。原本正常又聰明嘅女兒，每次見到嗰啲形狀特別嘅多邊形古幣，就會痴迷咁玩個不停，仲會將硬幣分門別類擺好。跟住女兒仲會突然搶過古幣，話：我認得呢個，媽咪，你仲記唔記得？當我係大人，而你仲係細路仔嗰陣，我哋屋企就有好多咁樣嘅硬幣。女兒開始瞓覺都要攬住呢啲古幣，仲經常講起另一個年代嘅事。
有個做心理學家嘅朋友同佢講，好擔心個女孩可能係患上咗精神病。我詳細問清楚整件事嘅來龍去脈之後，好有信心咁同呢位媽媽講，佢嘅女兒並冇患上精神病，只係記起前世當時佢哋兩母女曾經喺一齊嘅。我仲叫佢唔使將呢件事放喺心度，多啲去了解女兒嘅想法。冇耐之後，呢個女兒就回復咗正常嘅行為，媽媽嘅焦慮亦都隨之消失。我所舉嘅呢啲例子，並唔係只有我同呢個領域嘅研究人員先至見過。小朋友自發咁講出過去嘅事件，又或者係用唔同嘅語言敘述事情，呢啲都係前世回憶嘅例子。呢啲例子隨處可見，足以說明前世係一種客觀事實。因為呢啲小朋友年紀仲太細，根本冇可能對自己講出嘅內容做過咩研究，亦都冇可能係刻意加油添醋捏造出嚟。所以小朋友所提供嘅個案係更加有力嘅證據。我就曾經聽過有一個3歲嘅小男孩可以準確認出第2次世界大戰時期嘅各種飛機型號，仲可以描述出點樣駕駛飛機飛行，對於飛機嘅構造亦都了如指掌。佢點會有咁多知識？我亦都聽過有一個小女孩竟然識得組裝來福槍，仲可以詳細描述當佢前世係大人嘅時候係如何駕駛雪地車發生翻車意外嘅。類似嘅例子數不勝數，文獻記載嘅相關故事更係成千上萬。你不妨問下身邊3、4歲嘅小朋友，睇下佢哋記唔記得自己曾經做過大人嘅時候發生嘅事，佢哋嘅回答可能會令你大吃一驚。前世回想與造夢經驗。作為一名受過專業訓練嘅精神科醫生，我本能地會將患者前世回憶嘅內容同傳統心理分析中關於發夢嘅材料做比較，探討當中所呈現嘅變形同隱喻內容。透過呢種比較，我先至發現幻想同隱喻同前世回憶中嘅實際記憶，以及弗洛伊德學派所挖掘嘅幼兒期記憶之間係存在差異嘅。執業咗咁多年，我發現發生喺前世回溯過程中嘅實際經驗、隱喻、變形，似乎係流動不定、栩栩如生，充滿多種色彩嘅。呢啲特點同做夢嘅感覺係非常相似嘅。係進行前世回溯治療嘅時候，我嘅工作就係幫助患者分辨呢啲不同嘅元素，深入探討並加以詮釋，仲要幫佢哋梳理出整個記憶景象嘅完整脈絡。呢個過程其實同傳統嘅心理分析法係一樣嘅，只不過心理分析法追尋嘅係孩童時期嘅記憶，而前世回溯追尋嘅係前世嘅記憶。至於兩者之間嘅差別，根據我嘅臨床經驗，夢境內容之中大約有70%係由象徵同隱喻構成，15%係實際記憶，最後嘅15%則係變形同偽裝。而係前世回憶之中，大約80%嘅前世經驗係由實際記憶構成，10%係象徵同隱喻，另外10%先至係變形同偽裝。舉個例子講，如果叫你回溯到今生嘅幼兒時期，治療師叫你憶起幼稚園嘅情形，你可能會憶起老師嘅名字，當時自己穿嘅娃娃衫，牆上掛嘅地圖，同自己玩得好嘅小朋友，又或者係教室入面嘅綠色壁布。如果再深入探究落去，可能會發現當時教室嘅壁布其實係黃色嘅，綠色壁布係你讀小學1年級嗰陣先至出現嘅。但係呢個小錯誤並唔會影響其他記憶嘅真實性。同理，前世回憶可能就好似一部歷史小說，亦即是話當中重要嘅事件部分可能會加入少少想象嘅成分，又或者係經過輕微嘅修飾同變形，但係整個事件嘅核心依然係可信正確嘅記憶。同樣嘅現象會發生喺夢境之中，亦都會發生喺關於今生嘅記憶之中。就算事實嘅穀粒被時間嘅巨輪碾成粉末，但係穀物始終係穀物，事實亦都永遠係事實。傳統嘅心理分析法可能會懷疑前世嘅記憶只不過係心理層面嘅幻想，
所謂嘅前世記憶，會唔會係幼時嘅問題同創傷投射或者編織出嚟嘅呢？我嘅臨床經驗話俾我知，再加上好多寫信俾我嘅治療師，亦都援引自己嘅個案向我證明，事實剛好相反，係前世嘅記憶、衝動、力量影響咗小朋友今生嘅行為模式。呢啲其實係一種長時間行為模式嘅重複。實際上，小朋友呢種來自前世嘅行為重複現象，同弗洛伊德所提出嘅精神官能症與強迫性重複假說係非常相似嘅。亦即是話，過去被壓抑嘅創傷造成咗今日嘅種種症狀，因此必須揭開創傷嘅真相，先至能夠緩解症狀。我對傳統心理分析法唯一唔認同嘅地方，就係弗洛伊德將人嘅過去局限於短暫嘅今生，呢個範圍實在太狹窄、太有限啦。其實我哋有必要超越今生，向更遠嘅過去延伸，直達問題產生嘅根源。只要我哋將人生嘅舞台拉長、拉遠，揾出當中相互貫穿嘅力量，通常治療效果亦都會隨之加快。無論係治療師定係病人，你唔一定需要相信前世或者輪迴轉世，先至可以令前世療法發揮效用。事實會證明一切。唔止一位治療師同我講過，我到而家都仲唔係好確定自己係咪真係相信有前世呢回事，但我就係用前世療法幫病人治病，而且佢真係好有效。多謝收聽 YY Sharing 嘅廣東話聲書頻道，我會分享我鍾意嘅書，鍾意嘅朋友可以 Like、Subscribe 同 Comment。我哋下一章節見。